即个台湾文学呢，啥物号做台湾文学？顶礼拜我嘛有简单小讲一下啦，真侪人拢会讲内容甲台湾有关系，就是台湾文学，这安尼是无啥通啦，这是无啥通啦，即种是政治的用语啊，毋是学术的用语，甲现实嘛无合啦，我是反对讲讲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叫台湾文学，袂使安尼啦。即个敢若袂输即摆诚侪政客政治人物拢会讲，你只要认同台湾，你就是台湾人。各位，即句是有条件的呢，爱看伊的时空背景是啥呢？伊的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呢。换做譬如讲啦今仔日我若照拄则讲我若认同台湾，就是台湾人安尼共款的逻辑啦。我若认同我是美国人，我就美国人，敢毋是安尼？各位，我伫美国嘛读册，博士、硕士拢伫遐读嘛，读6档的呢。但是我完全无美国护照啊，我是摕台湾的护照呢。我含美国的 green card 嘛拢无呢。我敢会当讲，我即摆蒋伟文，我认同做美国人，美国敢会发护照互我？这完全是无逻辑啊！迄是政治的用语啊！我认同美国，我若要做美国人，我爱遵守美国人有一个 SOP 嘛。我安那去申请加入美国的即个公民，就爱照伊程序来嘛。共款的道理啊！我若认同越南，我敢就变越南人？但越南敢会发护照互我？我做越南研究做20-30档啊呢，会使讲是即摆全台湾做越南研究做上济，做交流嘛做上济呢。我即摆去越南，我嘛爱搁签证呢。我若无签证，我嘛袂使去越南呢。人越南敢会讲你都认同越南，互你做越南人。所以咱台湾人讲只要认同台湾做台湾，迄是政治的口号尔，逻辑上是袂通的。你要有一定的听序，迄是因为着无法度，即摆着还阁足侪遐个讲歹听，着遐走入政权的遐个好还阁留伫台湾，是因为安尼歹处理。咱惊伊单做饲鸟鼠甲布地，伫遐甲咱台湾即个布地呢，是安尼呢。若无照讲，就照国民党当初是你看1945年国民党来，因安怎处理迄当时的日本人？因是甲日本人遣送转去呢。照讲，日本人也认同台湾人，伊嘛变台湾人啊！国民党较毋互伊留喺台湾。尤其台湾的这文学界头壳足侪，一半以上拢无清楚，真正。台湾的文学界足侪拢中文系，毋是我咧爱批评中文系。若在座中文系出身的歹势中文系一半以上头壳拢有问题啦，真正。思考逻辑完全拢无啦。拢相定标准啦，真正拢相定标准，所以这就是认贼做老爸啦。中文系认贼做老爸啦，因甲这当作是伊的祖公祖妈，所以伊感觉迄无要紧啊，迄就是伊的文学啊。咱毋通搁咧认贼做老爸啦。过来你也看，搁上夭寿的是啥呢？战后中国人蒋介石因遮的人来了。你也看，若讲到战后的台湾文学差不多拢含台湾文学界嘛，拢差不多一半以上拢会经白先勇啦，拢讲这是台湾文学的作家啦，伊写作品是台湾文学的作品啦，这嘛是足含的代志啦。白先勇伊是中国人呢，伊伫中国出世，因老爸嘛中国的军阀呢，蒋介石爱将呢，嘛是228的原乡之因呢，228的共犯呢，因老爸白先勇讲歹听，伊是走路来台湾尔咧，伊伫台湾住10几冬尔呢，过伊即摆长期拢住伫美国呢，伊住伫美国的时间比台湾人较久呢，比住伫台湾较久呢。请问，人美国人敢会甲白先勇讲这是美国作家？敢会甲白先勇的物件讲是美国作品？无可能啦！是安怎咱台湾人家己戆，要甲白先勇物件讲伊是台湾文学作家，伊的作品是台湾文学的作品，佫毋能安尼哦。
佮家当作是代表人物咯。啊，颠倒像咱陈慧仙呢，还是讲陈明仁，咱遮正教用台语文写作的，煞颠倒台湾文学界拢无要介绍，这就是头壳问题啦。啊，认真讲呢，白先勇这是啥？那我的定义，迄叫做中华民国难民文学啦，走路的文学啦。啊，确实咧，因咧走路啊，所以你要看伊的作品，你着爱安怎？为中华民国的角度，为走路难民的角度去看，你才会当了解讲，哦，原来伊咧写的物件是啥？你像讲白先勇伊即个台北人，看起来哦，敢若袂是写台北人的，完全都无影嘛，空壳的骗人的啊！伊甲台北正讲台湾人，拢无住伫台北的款啊！伊写台北人是讲因遐王公贵族，因遐个军阀的后代咧将军的后代啦，无就啥物人的大官好的后代国家无去啊，走路来台湾足郁卒的，逐工就啉酒占酒家无一下足郁卒的，伫遐少年思念故乡，拢是咧讲遮543呢。所以伊讲的台北人是讲因遮的人来到台北，流落来到台北所做的工课代志呢。结果咱台湾人煞甲伊当作是台湾文学的经典，咱台湾人是有头壳无头壳这即摆伫台湾文学也是主流呢。大家毋通想讲台湾文学较好，台湾文学一半以上拢假白的呢。头壳清楚的无几个呢，真正的所以呢，这就是台湾人头壳歹呢，真系台湾人头壳歹呢。所以人为啥越南伫1945年伊就废掉汉字嘛？伊就是无爱去看中文的汉文的字嘛。伊安尼作为文化一个保障啦，文化上一个保障对越南上有保障啦。这就是咱越南为啥要安尼做所以呢，咱爱记住，中华民国无等于台湾啦。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迄是政治人物伊的现阶段的政治口号啦。但是咱袂当接受即款。你若接受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咱台湾语文、台湾文学就死啊，绝对就死咯。绝对迄个中文，绝对迄个即中国文学规个拢霸占去，解说权都拢抢去啊。有的人你着要做人奴才，你着去做人奴才嘛。有的人伊想要摆路边摊，有的人伊想要做头家，有的人想要做公务人员呢，随人去做法啦。总是呢，你若要紧讲你要做人奴才，当然迄嘛是一种选择之一啦。只是讲你感觉台湾人选择做奴才敢好？是安尼尔所以呢，你像讲人越南、韩国人就是有欺骗嘛。你也像讲韩国，伊即摆甲去介绍。韩国嘛，互日本统治35冬呢。因咧介绍韩国近代的文学，无人咧介绍用日文写的啦。迄就是叫做欺骗啦，有骨气无啦？台湾人毋通先软只，毋通卡袂着，就拢要妥协当然，这就是讲，因为台湾人是2300人所构成的啦。若种个逐个人拢选择软只妥协，未来100冬的台湾人，就是变做讲中国话的台湾人啦。迄早晚就是互中国食去啦，因为咱着语言软只，你伫军事顶头就会软只啦，你着毋敢甲伊抵抗啦，含语言都毋敢甲伊抵抗啊，上港人佮用性命甲伊伫遐军事顶头甲伊请拼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台湾人若是语言软只，你军事就软只啦，毋免骗人伤济啦。你为人韩国、越南的例就看会出来，人越南。毋若语言顶头足硬正硬差，所以你也看越南为1945年到1975年30冬呢，小战呢，甲美国战呢，甲法国战呢，人战30冬呢，30冬呢，真正小战呢。你像讲人迄伫咧果子地道伊咧南部越南遐，伊咧游击队伊为着要拍南平，要拍美军伊会当。乌磅空乌伫涂骹，敢若狗遐共款呢。日时着秘伫磅空内底，食困穿放屎尿拢伫磅空内底呢。暗时才出来，
才为迄磅空比出来咧偷拍美军呢，人迄一大带10几吨呢，对无？所以人会当建国啊。台湾人软正，所以到目前无法度建国啦。咱即摆即个国家是假的啦，中华民国迄也是假的啦，毋是真正台湾的啦。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咱若真若毋解决吼，咱的后代继续拄着即个问题啦。哦，以上我的补充哦。